我们新化区是一个运动风气鼎盛的一个区我们是少数区拥有体育运动公园的在37区里面，而且我们的各级学校也培养了各类的一个运动的一个顶尖选手。如果对于下雨天或是一些风比较大的情况下，对于使用这个球场的人会有相当大的好处。原先呢，我们体育公园里面本来就有户外的一个球场，那民众在下雨天或是艳阳天要打球的时候，就会觉得很热啊，或者是不方便，所以我们就也依据民众的需求还有一些市府，还有一些议员、立委的一个协助之下，我们争取了这一座风雨篮球场的一个新建。那新建完之后，不论是在那个艳阳天或下雨天，都可以提供民众一个更优质的运动环境。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为了提升全民运动风气，台南市政府积极为地方筹措经费，新建风雨球场，让市民在雨天或是艳阳天都能有舒适的运动及活动空间。未来也会持续改善场馆等运动设施设备，积极营造安全及便利的运动环境。来听听韦哲市长怎么说吧。这个风雨球场事实上中央补助了1020万，市府自筹580万，总共耗资1600万。那这么多的费用，事实上，可以带来地方上许多便利啦。尤其如果碰到下雨天的时候，那这个或是这个白天太阳高照太阳太大的时候，那我们风雨球场就能发挥功能不会免除日晒雨淋，而又能够专心运动的这个好处。那尤其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相当宽敞，总共有1470平方公尺，也就是将近500平，400多平，这么大的一个空间，那有这么好的一个遮蔽让民众安心的活动跟运动。那其实我们新化运动公园有很多设施，像树木扶疏都已经树木都已经很高了。那所以说有时候在树丛下，在树林下，有时候在风雨球场底下。都能够达到最好的运动效果。希望大家来运动，不要再找借口说什么下雨天，说什么太阳太大，有风雨球场就不用担心刮风下雨了。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下面有一连串的新闻报道，带大家做伙来关心。去年受疫情影响，多数政府活动拢被迫暂停，所以民众看待政府施政成绩的重要指标，拢集中伫硬体建设甲前瞻规划。而根据昆山科技大学量化研究中心所做的民调显示，市府团队的施政满意度有70.4%，因为特市长个人的施政表现冇75%的满意度，其中备受外界关心的连任支持度竟达到70%。对此，黄市长嘛做出回应。这个民调我们参考用了，但是我说真的，我们已经市政府团队已经做了3年多一点了那这个时候坦白讲，我们对市府团队的要求是非常严谨的。当然，市民可能还有一些这个需要改进的空间，那我们也会努力做。至于民调的满意度或者是连任的支持度，这些我们都作为我们团队的参考，有过则改，无则加勉。研究团队嘛发现，大兴亚地区的居民对着市府团队甲市长个人的满意度分别是7%到8%，拢比整体市民的满意度较悬，显示市府团队用心突破溪南、溪北发展受到肯定。台新闻管及何超邦采访报道。
为应应即种来临的高岗春节假期，市委邀集相关单位，针对台南市各地交通以及观光景点，推出台南行春虎虎生风计划。除了规划春节期间凭市民卡会当免费坐公车，各类民众多加利用大众运输。另外，自日9暝到初3停车会当免费以外，还有交通相关的公务员轮班服务，就是希望提供市民大众一个交通利便的台南。台南市的春节疏运的计划哈，这个虽然是春节一定要做的，但是希望能对民众的驾驶行为跟他们的进城的这个方式有所影响哈。也就是说，希望民众能掌握即时路况资讯，透过各种不同的传媒，或者说透过市府的 App， 或者是说 LINE 平台，都能够随时掌握你要到的目的地的状况。那这样子的话，能够选择最好的行进途径，那减少塞车的时间。那我们春节期间停车场是不收费的，路边停车是不收费的哈。所以也希望说大家，但是也希望增加周转率，大家不用担心，这个还要付费，但是也希望给大家一个小确幸之余，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利用大众运具。另外，我们也要求我们交通事故处理跟交通路况的疏导要订定 KPI， 也就是说，希望说到场处理的时间不要让民众等太久。好，所以说我们也要求我们的交通局的团队跟警察局的团队，大家年节辛苦一点，希望我们多辛苦一点，让解决民众，让民众节省一点时间，让民众在假期时间多增加一些乐趣，那少增加一些抱怨。那希望能够全民大家平安过好年。但是市长最后也要呼吁，希望防疫工作一定要做得好。现在疫情有点扩散的趋势，那我们也希望说大家把防疫工作做得好，才能有快乐平安的假期。不希望说到时候假期玩得很开心，结果后来染疫了变成乐极生悲也不好。希望大家做好防疫，共同维护城市的安全跟健康。民众若是想要进一步了解台南市春节交通资讯，会当网络查询台南市交通局网站，或者是下载台南好停大台南公车 T-Bike 等 App 来查询。台南新闻张秀维采访报道。由台南市政府甲新化区公所联合举办的年会大街，将伫1月22到28，伫新化大木港的广场周边来正式登场。上午的活动宣传记者会，伫扶桑花舞团的热情表演，包括市长黄伟哲、经发局长陈凯琳以及多位议员、民意代表的助理，嘛拢到场出席，为活动来宣传。请启动！哇，欢迎大家！在我们的22号到28号，年货大街终于要希望也期待顺利来举办。咱去年因为疫情咱有一寡限制，今年个疫情，而且这边的 Omicron 伊的传染力较强，所以咱防疫工作千万唔通马虎，千万一定要顾好。万一3型疫情大家拢承担不起，所以生理爱做，疫情爱迄个防疫爱顾。今仔真感谢咱议会各位议员大家对咱新化的关心，一定爱伫议会即阵讲。今年一定要办哦！咱那你要办，办到爱办到水起来，办到好起来，办到健康起来。尤其咱新化年货大街这个招牌是金字招牌，是台南市年货大街应该是第一个办的，办了嘛非常成功。所以2年大家拢足注重的，咱嘛希望今年若是防疫做好，搁精彩度，搁这个热度，搁这个咱的这个节目的安排搁较好。市长表示，新化的年会大街对2012年开办至今，去年因为疫情的关系停办，今年活动以防疫的高标准来提前规划，希望会用满足民众过年采买年会的需求。台南新闻联跟采访报道。干贝油饭、焗烤炒蝦、新鮮的石斑，還有胡椒雞，規道好料，全是來自傳統市場名大總鋪曬好手藝。这个就是蚵苣，桂花炒翅，这是传统味的，但是阮人用的干配丝用较济，包这个美生菜蚵苣，食起来的口味较清爽、较清爽，食起来滋味也较好。所以这道菜嘛是正手路菜。疫情期间，为了减少群聚，摊商嘛当做着生意。今年
台南便利送电商甲公有零售市场合作，推出十全十美满富贵年菜组合甲伴手礼线顶订购服务，一个月时间就创下75万营收。不只互市场摊商有收入，连同物流业者甲客运车司机也拢受到帮助。伊即个市场的便利送，互阮发挥阮传统市场所有的的年菜甲杀出来台面上，互咱这消费者会当来看会到咱传统市场的好的年菜，会当享受到好的滋味，就是咱市政府的。从去年的疫情到现在，台南便利送小兵立大功，我们也是6都第一个也是唯一透过市政府自己来进行相关帮市场做电商平台，来协助我们市场摊商好朋友共同来行销。那么在今年我们推出了年菜相关的一个好礼包，这里面的价格呢从2500到3000元不等。那我们会在我们的台南便利送的网站，以及我们这个台南好物跟台南购物节的网站里面来公布，因为每一个市场都有它非常非常特殊的年菜。我们希望我们台南的好朋友在享用台南的美食，也享受到我们台南传统市场这些最好吃的这些，让很多的回家的游子呢能够又品尝到这个回家这个美味的美食。1月25正前，网络使用台南便利送系统，除了会当预定年菜以外，嘛会当采购南北货、新鲜鱼肉甲蔬菜等等的食材，互民众免出门，就会当伫厝内料理美食，招待亲朋好友，做伙健康平安来团圆。台南新闻张秀伟、许曼珍采访报道。年关要到啊！台南市议员蔡宏全结合真侪民间的善心企业，举办寒冬送暖的活动。20号下午，伫个东区的服务处来发送，包括东区的区长严仁通、议员陈怡丁，甲侪位的里长嘛拢到场相听。我们呢，连续已经是第17年的寒冬送暖没有中断。那这次也感谢非常多的企业的帮忙。有我们这个宣华工业，有我们大必家企业，有我们很多的长期来共同支持的一个企业人士。那然后呢，我们今年特别的是寒冬送暖我们又结合了清风书道学会能够这个带领的我们10多位的书法家现场即席的挥毫，接受民众的客制化。现场呢马上可以索取这要感谢我们赖清美赖老师这样的无私的奉献，那能够在这寒冬的时候不仅是带来温暖，那也带来喜气，也带来未来这个城市的一个共同的努力愿景跟希望那在这边再次的也欢迎各位乡亲，这2天在崇明路111号。我们现场即席的送给我们的春联，书法的春联请大家一起共同来哦。议员蔡宏全表示，寒冬送暖的活动今年已经迈入第17档，捐赠的物资包括有白米、泡面、饼甲盐等。今年更加融入艺术的气息，现场邀请清风书道学会10几位书法家现场来挥毫，为民众提供客制化的春联。为整个活动增添过年的气氛。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每一档的过年，台南普济灯的灯会拢是会引入大量的人潮。2020年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决定要临时停办。10周年原本要到日本的东京铁塔来展出，然后嘛是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今仔会当用空运回灯的方式，伫12月3号到1月16号伫东京铁塔的台湾祭登场。互台南伫国际上的行销，阁向前一大步。但是因为民众的热情、市民的期待，大家希望讲普济灯会绝对袂使长，因为安尼普济时光，能够继续延续。带来新疆年头就是好年，互你幸福，互你幸福，嘛是爱幸福。所以希望今年的普济灯会，会当再次发光，发热，互大家
咱台南市民会当感觉足幸福，互咱幸福。今年的主题普济时光，互你幸福，用基福花灯米缸的方式，以日龙鳌出虎口的设计概念，互看花灯的民众伫咧行完米缸了，会当有摆脱厄运的意义。来到咱普济灯来看咱的灯会普济灯会呢，今年迈入第10年我们的普济时光互你幸福是我们今年的主题。那今年呢，很多朋友有在询问说，我们的主灯是要用什么意涵？那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在去年呢因为疫情，我们灯挂上了，然后又卸下来喊卡，所以今年在我们慈王爷的指示之下，我们特别做了这个灯墙迷宫。那这个有另外意涵，叫做入龙鳌出虎口，入龙喉出虎口。希望我们所有来到我们普济灯会参加的朋友，都可以走这个入龙鳌出虎口。大家走过，就像我们到庙里过平安桥的意思一样，把一年的霉气不好的，还有我们的疫情一起通通就出这个虎口以后，就一切都被带走。庙方表示，伫咧旧历的12月25号是普济灯祈福千岁大天顺寿的日子，所以会选伫咧动工的营员来举办点灯的仪式，欢迎全国的民众会当做伙来欣赏台南普济灯的花灯。台南新闻刘平言采访报道。立克国小甲阿王国小伫咧本学基础共同有2校73位高年级的学生来学习，启动新时代，耍出超实力的课程。2校透过合作，接受广达文教基金会委托的设计学习的任务，互小朋友会当登去厝邻访问长辈，并以人参、鹿来、木瓜等当地特产设计出长辈因上爱的新滋味。潮出美食力，就是找出长辈的儿时回忆，那记忆当中美好的滋味，以及潮出美食力，就是加入了小孩子跟长辈共创、共享的料理。那最后就是潮出新实力，就是让孩子真正的去接触希望美食料理当中最重要的元素，那也让孩子可以传承这记忆当中美好的滋味。孩子跟着长辈来访问这个他儿时的这个回忆那不管是最好吃的、最想吃的，或者是他记忆最深刻的这个料理那我想里面都充满着满满的故事的回忆那但是呢，在这些长辈的这些料理当中我们发现会有一些是不健康的不健康，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交代孩子一个任务，就是说我们请营养师进来。那营养师进来的时候，我们会给孩子一些指导跟建议，让孩子把这些指导跟建议我们带回去，跟着我们的阿公阿嬷一起的来讨论合作，然后完成一些更美味、更健康更符合我们现代饮食习惯的这些美味的健康的饮食。好想知道你们呢是如何从在地常常吃的这个菜肴出发呢，去访谈家中或者是社区里面的长者，发掘出食材以及回忆当中的连结。那透过这样子呢，来说出长者生命中爱以及智慧的故事。19岁上午特别伫咧阿王国小的礼堂展出学习的成果。广大文教基金会的执行长徐慧佳嘛特别录影片来勉励小朋友。伫现场除了有展出小朋友因一学期落来的努力，同时嘛邀请长辈做伙来见证学生用心做出来的作品展览。以及制作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我的孙子方凯，我觉得方凯非常的有责任心，很有主见，也很有创意。做完了东西之后呢，也能够分享，我觉得非常高兴。上这节课呢，让我们学到了很多新的经验，像是我们知道了要怎么样才能把很多的资料，然后集中成一块来分类。也有煮菜的过程中呢，也知道了煮菜要怎么煮会比较好吃，也学到了比较多团结合作。然后其实一开始我们也遇到了很多的困难，但是后来还是因为团结合作，所以问题才一一迎刃而解。
这摆新国展览对1月19号到1月28号，欢迎民众会当来到阿王国小的礼堂，做伙来欣赏同乐营甲长辈做伙记录落来的故事，透过创意和长辈因的生活智慧会当继续传承。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一声令下，导盲犬 Visa 马上乖乖地跟着指令动作。在小港国中任职的教师黄英瑜，在约莫7年前，老天跟他开了一个大玩笑。自此之后，人生发生了重大的转变。一开始就是在生活上的细节，就是比如说走路会踢到东西啊，然后比较暗的地方没有办法反应，然后骑机车的时候会跟旁边的人擦撞，医生说是那个视网膜病变，然后可能是基因造成的。我大概3年前，就是视力就是几乎是完全要看不到了。从资讯老师转为辅导老师，黄英瑜甚至在其中转特教的过程也遇到了挫折，深深感受到人生这条路并不好走。我很喜欢特教班的孩子。然后在那边服务也很开心，但是因为视力的关系，我发现有一次就是在那个公车上，我们带孩子出去校外教学，结果我竟然把一个孩子漏在车子上。那这个过程让我感觉到，如果我视力渐渐在退化的话，那我可能没有办法保护学生的安全。对，所以后来我就继续思考说，那不然我来做心理咨商这部分的工作，那我服务的对象就比较是一般的孩子。1年前，透过台湾导盲犬协会的媒合，结识了导盲犬 Visa， 日复一日的培养默契 ，Visa 甚至也成为小朋友们的最佳玩伴。我本来申请导盲犬是希望我在行动上有一些比较方便，然后比较安全。那结果没想到，因为狗狗来学校以后，它的个性，它很亲近人，然后我跟学生在晤谈的时候，他就是很喜欢跟学生塞奶啊，然后学生就是感觉被他融化了。黄英瑜靠着自身的经历，甚至是在成长的过程中不被重视与认同的感受，来同理孩子们，因此更能贴近孩子的内心，借此疗愈了学生，也治愈了自己的生命。记者潘志光、林嘉义高雄报道。感谢你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秦美纯，咱再会。